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在地方的话题顶头，你敢有注意到？关姓帝君要娶某，但是伊要娶妈祖，到底是安怎一回事？俗语咧讲，也就神也就人，婆娑世界，红男绿女，那么互相意爱，那么到底呢？天福地在，神明之间，若有地带，这个定数爱安怎来安排？那么信众又该如何来理解呢？今仔日咱找到3位专家，好好啊开破互你听。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林美容林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那么第2位，交工科大兼任助理教授黄敦浩。主持人你好，咱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3位是在线顶，台南大学文化与自然资源系教授陈伟华，陈教授。主持人，2位来宾甲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先关心，到底这神明嫁娶讲要合婚，引起了大家震动。那么在台南这个新坛关姓帝君甲北线尾鹿耳门天后宫的婚龄妈祖，讲要登记到天后宫来合婚，说服真侪人来反对。那么天后宫后来佫发声明讲，按算要来告新坛，但是新坛即日在下晡佫发出了最新的声明，讲唔通佫再乱讲，伊要共告，咱到底来看卖。老热的野青队伍，佮有八音顶头到老热，这是2当前台中中福堂功德尊王要带婚姻土库红山寺的庙迎先开，信众嘛拢真欢喜。毋过前几工，这场神明嫁娶煞引起袂少争议。就是这张文宣，台南认得玉子武贤坛伫马总也铺文，因为写下婚大喜、下婚大典，佮甲天上圣庙改做天上关圣庙，互袂少网友质疑讲，安尼会方认为是关圣帝君甲鹿耳门天后宫天上圣庙联姻，无啥妥当。虽然引起议论，武贤坛也是照计划去甲天后宫，毋过伫外口就互信众查落来，后来武贤坛甲天后宫协调沟通，甲彩球摕落来，才顺利入去。两个后婚是恁两个代志。嘿，是阮的你转来，你是等于你的后婚了，转来成亲。咱在一个成亲，唔是转来后婚。哦，恁有造成这麻烦啦，唔是这个，实际上是故意啦，是我们的海报疏忽啊，海报。武贤坛总干事现场讲是一场误会，毋过代志也是继续伫网络炭烧。武贤坛只好甲马总也关起来。天后宫后来表示，毋知下婚回乡即单代志，呼吁大家毋通借天后宫的名义进行无经过天后宫同意的行为。武贤坛嘛发出声明强调讲，是回乡毋是下婚，本案用字无斟酌，造成天后宫的困扰，搁一改甲天后宫会失礼。记者综合报道。首先呢，咱要做这个节目进前呢，其实我有找到双方面，这个玄武坛加这个北线尾，但是因无爱来上这个节目，伊讲阮的声明就有够啊。但是事实上这个事件有一些变化。那么是安怎要来讲这个题目其实呢，这个题目这对2位也是讲线顶的陈老师来讲，这拢是咱人类学内面真正的研究的代志。不管是人甲神之间的象征的问题，或者是借书权啊，还是信仰权的这个问题，到底咱爱安怎来看待？咱先来看这个声明这个声明是差下晡差1-2点的时阵所发出来。伊讲今日本坛为洪师主神举办着神明合婚科仪，因宗教信仰观念之需要。而引发着社会各界议论，招致民间各方议论点评，甚至连日经过媒体网络串联报道，为此事占用讲无必要遗憾个。但是伊讲我已经努力说明，关于本坛主席神明进行着合婚仪式，
设本段内部特别宗教科仪啊，这我就真趣味啊！伊是内部的宗教科仪，但含内部人员参与，无对外公开。所以咱头看这新闻啊，讲哦，恁合婚是合婚，恁唔通来我家北山尾要来进行着这个合婚，吼，恁来相亲啊，尔，你还算做转来后头厝的意思。这我就感觉真趣味啊！虽然事实是啥物，我首先要来请教着林老师吼。这个新明甲新明要结婚，咱过去吼嘛有听过，吼，但是有诶拢是本地在这个传说内是口传内面拢讲好，譬如讲这个贵王，吼，这贵大王啊，甲这个苗英仙姑，人伊本来就过去有一个传说，所以配对。啊，嘛有即个姑娘啊配对的，但是敢有即种过去敢有即种例子的，老师？无讲正讲咧做新明的是两个咧结婚的代志啦。啊，有迄新明吼，本来咱就搭配好好的，譬如讲土地公边仔拜土地婆，圣公边仔有圣马，吼啊百姓公边仔有百姓马，吼即种的是有啦。本来都民俗的信仰的心理，就是讲啊，敢若新明，敢若拜一个，敢若孤单啊，就边仔搁另外来调一个，啊嘛毋是讲为倒位啊去带来去婚龄，毋是即种，无即种啊，毋捌听过。毋捌听过吼。啊，但是伊这在内面佫讲，是我内部家己的合婚科仪，这敢有含咧，这下着礼数。海报都出来啊，他会讲是内部的。对啦，伊起码是安尼，家己的喙水是安尼讲，但是无限大的嘛吼，无限大，所以但是伊这敢有下着礼数，老师你感觉？啊，本来新明都已经做神啦，迄是凡世间的人才有生老病死，才有迄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讲迄个未婚而亡的女性吼，伊会讨姑娘啊，姑娘啊，伊会讨嫁，会讨嫁有即种代志。啊，毋过两个正神，无人讲安尼啊明媒正娶啊一个花轿，然后好像两性合婚这样，没有这个事情没听说过呢。是吼，哎呀，这我嘛听到，这个都是大神呢。嘿，吴老师，你敢有听过？这无啦，自古以来。嘿，咱神明是要教化咱的百姓，咱的国家、咱的汉人社会、咱的这个宗教，就是拢要互咱这百姓会当安尼接受咱的伦理道德。啊，咱讲实咧，神明就升天做神啊，咱还佫有咧娶某。你讲即阵人娶某，人伊也是在生进前人因迄度定亲，啊，是因为伊先早做神，才着过去娶某。啊，你关圣帝君，伊在生有某有囝咧。啊，你即摆个娶某，你以咱汉人社会的讲法，停车再娶，敢有下咱的伦理？这爱安尼想啦吼。对啊。但是一方面吼，咱对人类学者来讲吼，这象征行为当中是透露咱人安怎来看神明。对啦，可能我们可以这么想，因为咱即马少子化的时代嘛，吼，足侪少年人无要结婚，爸母是话要着急事，所以那个期待那个男女可以婚嫁、可以婚配，可以生儿育女这种社会的想望需求，这种是会存在的，因为这个是很大的生存危机嘛，你整个民族怎么样繁衍的问题，可是表达在。把两个既有的大神拿来给他们婚配，这个就有点，我们可以同情理解，他可能有这种信仰者的这种。老师，你讲啊，就艺术啊，同情理解，讲啊，有可能有这种欲望，要互大家合婚，看大家当结生囝。鼓励咱的这少年的吼，赶紧去男婚女嫁呢。做一个网友讲，你看人这正神人，伊就想要合婚啊，这意思嘛。都唔免啊！你都咱都有月老的促成所有的神明嘛，拢会希望你迄个你的人间的赐福的是你要人间有福气，你就是要有子有孙啊！
啊，你没有婚嫁，怎么会有子因为有孙？我也找到资料吼，嘛有这个功德尊王啊，吼，伊去娶到这个苗英仙姑啊，有这种的，啊嘛有去娶到这个姑娘啊，吼，去迎娶的，嘛有这种的吼。但这种在礼俗顶头，老师你是安怎看待讲？啊，这就敢若是咱讲的民俗讲的，讲娶新妻啊嘛，娶鬼新娘嘛，啊，就是所谓的，就是对方是阴的嘛，阴灵嘛，啊，来娶来做某，啊，就先出去做神啊，安尼吼，我只是不太知道那个故事的情节了哈，啊，可是如果他是本来是阴的，可能黄老师比较知道。嘿，你讲咱这娶这姑娘啊吼。南部较有这例较侪啦，吼，啊，你都平时红包落啊伫路的，啊，你去捡着人迄内底有新新贵嘞，嘿，啊，现讲叫姑丈啊，叫姐夫啊咧，啊，就带因兜去，但是，足济，迄宜兰嘛足济，冥婚的习俗很多，宜兰、台南都很普遍。来送订，啊，查某这头的嫁妆真多呢，吼，啊，而且民间是传说啦，讲你若是娶到这姑娘啊，吼。啊，通常拢会低音翁啦，哦啊，所以讲真侪拢会娶，啊，而且佫趁一批即个嫁妆真大个那某，哦，所以讲真侪人拢有，啊，但即几年啊较无听有即个例啦。啊，你若讲神明娶某，咱汉人世界内底即个爱神，就敢若咱讲接尊王尔，其他哦，你像城隍公、城隍妈，哦，土地公、土地婆，哦啊，这是咱朝廷。伊教化咱的民间，就是讲，你甲看，咱神明伊都有翁仔某，有事世，啊，咱遮的人共款，你嘛是爱有嫁娶，毋才会当传宗接代，哦，啊，咱的民族人毋才会愈来愈多，哦，咱这原来的教导是安尼，啊，你讲这两尊大神。而且佫差几千年呢，哦，无这种需求，这种需求，所以人讲想讲，啊，特别是妈祖，哦，妈祖她是童贞的未婚的女性，她的传说故事里面没有说她结婚的。我听过一个福建那边的妈祖的传说，她很孝顺啊，要奉养父母，不要结婚，可是父母希望她结婚，可是福建松山那边有一个故事是说。他后来就顺从父母的意思去结婚了，跟一个姓马的结婚。结婚当天还没有洞房，他就得道升天了。他保持他的童贞，所以妈祖成婚是跟他那个童贞的形象有很大的关联。他的灵力的主要的来源之一就是他这个是波金的概念呐。对，就是哎呀，他就是又贞洁，然后又他孝顺父母。哦，这是一群的概念伫内面啦，吼。对啊，所以不能。但是老师啊，我要先请这个陈老师吼伫线顶啊，陈老师，我要来你请教吼，咱有人反驳讲啊，这两个差了100几岁，不800岁咧，啊，这是要安怎结婚？但是我咧想啊，退一万步来想讲，啊，反正因拢是神啊。哦，神就无轮回啊嘛，就是一个，咱英语讲 incarnation 嘛，吼，就是应该是一个概念啊。啊，是安那不可以？啊，不可以的理由到底是啥物？陈老师，你的看法？这个问题，我先提供淡薄无啥共款的看法啦，吼。是。一般比如讲，咱问一个问题，吼，讲咱台湾的民间信仰。从咱中国大陆的民间信仰比起来，深受咱台湾的特色。我想大多数的人拢会讲有啦，是不是？啊，为什么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同款是汉人民间信仰会有家己的特色呢？这牵涉到一个咱汉人民间信仰内底一个真特别的这个性质，就是讲咱。比如讲，咱讲妈祖好啦，妈祖咱来讲，妈祖就是有共一位妈祖嘛。咱不管你对一间庙拜的妈祖是共一位妈祖，但是呢，妈祖伊化作真侪无数的神尊，分灵去无共款的砖头，分灵到无共款的社区去，
啊，这个新村到这个庄头到这个社区了后，长时间互这个在地民众来服侍，吼，那帮这个民众来处理因生活中的各处问题。渐渐呢，这个新民，吼，这个分民过来新村，这个新民就会开始有参当地在地人建立一寡这种真密切的关系。嘛开始会为地方的特色出来，哦，所以虽然是同款是同一个妈祖，但是伫无同款的所在、无同景的庙宇内底，伊妈祖伊cũng是无啥同款，哦，每一个所在拢因为因各地方的环境、历史的同款，伊的生命嘛会相对，哦，产生了伊特别的这个。特质出来，吼，伊个有伊个特色出来，吼。那咱汉民间信仰来到台湾久啊，吼，那伫台湾这个环境内底，慢慢会发展出属于台湾的特色出来。那咱用这个观点来看，吼，每一个，譬如讲咱即摆这个愈现大，吼，啊，伊讲伊为伊的想法对无？咱会使讲。因为伊嘛是有家己伊个社区，吼，啊，因这个社区一定有因家己的需要，吼，所以因的神明虽然是妈祖，但这个妈祖是伊属于因的妈祖，吼，有因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因为因家己的想法，吼，这就是咱汉人民间信仰伊的这个活力的所在啦，吼，咱民间信仰。会使表现出这个多元性、多样性，就是因为分明出去的新村，哦，时间久，开始有感出出来，哦，比如讲咱台南府城，拄仔讲着讲元老有无？台南讲有四大元老，啊，四大元老是，哦，是封祀伫四间共款的庙宇内底，所以四个元老呢，伊的特色拢无共款。好比讲有一间元老，伊的这个元老的喙较宽，讲伊看喙，啊看喙咧，就比较会较够讲亲情。所以说头尾就讲，你即摆茫茫人海当中，毋知啥物人是你的对象，哦，这个时阵呢，你来拜这间庙的元老，比较较适合。哦，啊，比如讲有另外一间庙的元老，唱抓一个拐仔，哦，讲这个拐仔呢。专门来斩迄落桃花，所以你若讲你的对象，也是你的先生太太，讲有桃花，户口斩桃花，对吧？啊，你就来拜这个神明，这个元老，啊，就摕替来斩掉 ，OK。所以意思来讲，同款同一个元老，伫无共的庄头、无共的庙宇内底，渐渐也发展出属于伊家己的特色出来。啊，如果咱若有一个，比如讲有一个，就讲西方的宗教，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管理，每一个信徒的信仰，哦，那咱民间信仰就是讲，咱无这个组织，哦，咱的信仰的宗教的这个思想，哦，并无人来甲咱约束，所以才使你讲每一个所在会使较自由来发展家己的特色。那咱若对这个观点来看吼，咱会使讲，会使对每一间庙宇应家己对神明的想法吼，咱会使相对来讲宽容一个，嘛是会使吼。不过咧，拄仔咱这个这个黄老师嘛有讲吼，伊讲咱民间信仰一个程度上嘛是国家调停以来。教育民众，吼，灌输一寡道德的观念，民众来接受。我想这个观点也是真正确，吼。所以，咱各个地方的民众要安怎看待家己的神明，某种程度上，吼，嘛是要考虑大社会，吼，大家的这个。价值观、吼道德的观念。所以老师，歹势，我小停者，安尼你到底有赞成啊？无赞成？听起来伊敢若是赞成。
无，伊佫说转来，伊佫讲嘛爱顾着大社会，所以老师你是徛倒一边？我再解释一下吼。嘿，咱这个民间信仰的历史上吼，应该是无听过有发生这个宗教的战争，是毋是？啊，无人因为讲你太平天国嘛毋是啦，嘿。迄毋是。你讲西方啦吼，你讲欧洲对无？过去为着讲，我感觉上帝，我对上帝对耶稣的看法，参你的看法无共款，啊，咱就拍起来对无？哦，战争就战了一战几十年、几百年对无？30年战争的嘿。30年战争，德国迄个所在1/4的人口死了对无？嘿，这个宗教战争，但是咱汉人的民间信仰无即种代志，为虾米咧？就是咱这个多元性、多样性、包容性，哦，是比较明显。因为咱无一个统一的迄个机构，哦，来约束、来制定讲，哦，咱对神明的看法应该是安怎，哦，啊，所以才会大家呢，彼此之间较袂为着讲，到底这个神应该是安怎来显示着真严重的冲突出来，哦，是，所以老师。我也是爱甲你问，我替观众朋友甲你问讲，啊，你安尼是到底是赞成还无赞成？多元包容，伊就是赞成嘛。无伊佫说转来，我互伊机会佫来解释。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讲，咱爱互相体谅，地方有地方的想法，但是地方即马嘛要了解，咱即马现代社会跟过去是无共款。过去你的庄头要安怎对待神明，要安怎去认知神明。别个庄头可能我毋知，插袂着。但是即马你的想法，经过媒体的报道，整个社会拢会知影恁安怎来。而且迄个社会可能还佫是网络的社会哦。对，啊，所以这个是伫即款的情形了下，你就要爱去顾虑这个大的这个社会因的看法是安怎。哦，所以咱嘛袂使讲一直爱坚持讲，哦，我一定有我家己的自由。因为咱即马即个整个国家社会是紧密，大家拢连做伙嘛，吼，会互相影响。所以我意思是讲，咱若有即款的了解，来讲一方面，咱会体谅讲地方有地方家己的因缘，吼，因对神明有啥物款的看法，咱来尊重。但是咱嘛爱甲地方讲，即马的地方从过去的地方无共款，咱毋是孤立的，吼，咱嘛是爱。去照关照着讲，那这个大社会内底，哦，因的看法是安怎？是啊，所以意思就是讲，毋免讲伤过讲生气啦，毋免伤过生气，大家互相了解，知影讲，哦，我的想法，你的想法，哦，那做咱讲话，哦，做代志就莫伤过极端，哦，安尼继续维持咱。这个汉人民间信仰的这个特色，就是讲，咱袂为着信仰来冤家来战争。哎，老师，安尼我知影你意思，你应该吼北线尾甲这个玄武大爱找你去做公亲啦，吼。啊，你稍等下，我先请吼林老师算作咱的老师辈吼，老师，他拄啊，这个陈老师所讲的吼，其实我印象真深刻的 ，Arthur Wolf 吼，伊就。真正有讲过吼，就是咱汉人社会这个宗教的信仰吼，较这个西洋的这个宗教的定义无共款，吼。伊嘛讲，我唔知影这个religion 这边安怎定义，但是在这个 case 顶头，咱应该爱甲看作讲，伊这爱保持伊的多元性，啊，伊的活泼，啊，互伊，互伊去长大，互伊去饲养，还是讲。我的意思是讲，要安怎来解决？伊玄武大，伊无得靠，伊也感觉真冤枉啊。他不是没有争议啊，你应该接下来要念入我们的龙里门的下面，对吧？龙里门我读一个吼，伊个都是有争议啊。伊讲吼，本宫对于玄武大海宝相所称合婚会乡之事，事前完全不知情，并无授权玄武大进行处事。第二。
关于玄武大私自进行合喷回乡，这回乡咱小等下来另外来请黄老师来讲哦。来，合喷回乡活动以严重侵害本乡声誉。本乡以民国113年6月9号当日向玄武大严正抗议，并委由法律顾问收集相关证据，采取法律行动。也讲到这，就讲我无甲你稳准啊，吼！但是老师，伊即个赞助就讲我无甲你稳准，毋是讲我绝对甲你反对哦。对啊，这个艺术应该是无啥共款嘛。对啊，就是不能强着来，不能逼婚。袂使用强的啦。假使说神明要结婚，也不能逼婚，男的就去人家女的那里，实质上是婚龄，结果把婚龄变成合婚，变成两性合婚，然后还把妈祖改姓，那这个当然对妈祖的信徒来讲是不能忍受的事情嘛。那所以多元包容，那是一种好像大家都应该接受的价值观。可是民间信仰有民间信仰的它的信仰的逻辑嘛，哈，它的规范嘛。那有说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好。古早你来分享，你单纯来分享婚龄，大家庙拢嘛足欢迎的，对无？啊，你讲你要去带伊带来做某。啊，要带人做某，你敢唔免对方同意？即使是要做某来讲，你敢唔免查某的迄方同意，对无？所以这是定俗正义的问题。本来就没有神明两个大神结婚这回事。所以老师，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定俗正义吼，看起来伊不对，哦，人伊就讲啊，你这武贤团，你这不对，吼。但是，那实际的正义讲，老师你有赞成讲，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啊，恁两个大神假神吼，若要来结婚吼，啊，恁但这个社区 community 有 agree。无啦，伊婚礼去因遐，啊，两个神做伙，第二殿上啊，两个合力保境安民，这个本来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嘛。第二边啊，敢就一定爱做某？你办公室的边啊，你敢一定是你的某？合署办公的意思。对啊。本来就安尼啊。老师，你安怎看？啊，你足侪所在吼，人伊的庙宇，查甫神甲查某神一人坐一头，哦，啊嘛是安尼咧嫁，嘛无人讲伊咧嫁娶啊，哦，啊咱讲是咧嫁娶的观念是咱人的观念嘛，啊你即摆甲放点神明身躯。嘛，都爱正人会接受啦。啊，讲实在啦，啊，今仔日庙宇哦，无论是咱一般的大庙，也是咱私人的神明坛，大家嘛拢希望讲你香火鼎盛。啊，我问你，你香火鼎盛是爱正人来经呢？啊，就神也就人嘛。对，啊，你正人对你的做法无认同，我就不爱去啊。啊，若我对你的做法有认同，哦，我就真拍拼。真认真，对不？啊，所以讲主事者爱这个深深去甲想好，我安尼来做是对我的庙宇有帮助啊，无帮助，这才是重点啦。就是寺庙的经营，它噱头玩过头了。老师，他昨讲到一个关键的字，叫做回乡吼。回乡，我有小可整理一下，老师会当你。我相信老师在讲话做了真久的这个借书款吼，关于着妈祖的信仰，这个回乡啦、进香啦、挂香啦、啊顺香啦，到底是有啥物差别？你甲咱小可讲。对，回乡就是讲神明吼，敢若兄弟仔咧烧会，也是姊妹仔咧烧会，两个是好像平等的、平起平坐的。啊，这个敢若去相会意思。啊，无共款的新尊之间买当回乡吗？一般是拢同款的，甲同款的哈。譬如讲，有一年。关圣帝君看关圣帝君。对，迄叫回乡的，安尼我知影是安尼啦哈。啊，无同款的，一般也叫参香，也是平等性的，那个是参香。去人的所在，人参访，敢若朋友咧拜访，你去访友同款。
啊，挂香是一个较普遍的这词吼，就是讲，咱的神吼，啊离开咱的境吼，啊去较远的所在，啊通常伊嘛是较有名，香火较旺的，啊伊运动嘛是历史较久的，才有迄香火累积，无一定爱为遐分出来，只要伊较有名，啊比你较关价，啊你去遐来挂香，啊伊也较有名嘛，啊香火较旺嘛，啊你去好像沾沾它的光彩哈，啊所以。进香它主要就2种，一种就是有香火的传承关系的，迄种的叫做业主进香。业主哈，业主，有读做业主，业主进香，业主进香。啊，无一般的进香不一定要有香火的传承关系。啊，这拢叫挂香。啊，挂香伊的仪式的种类有足侪种的。看你是要较火，啊，还是要从爱剑来破落，安尼叫挂火。挂火嘛有用剑破落。啊，嘛用较火，吼，像讲白沙墩，火啊，较落来。白沙墩去迄个北港遐，就是来较火，为伊的火坑较来伊的火坑，安尼叫较火。有的就是等它2个炉的香火相交，吼，然后来剑来破落去。这差别真济咯。挂火，啊，毋过只是挂香这个词吼，规台湾伊咧用的无共所在用的意思嘛无共款。古早我伫下头伫迄个高雄县吼，伫做调查的时，因遐人讲的挂香，就是挂山香、挂水香、挂海香的意思。挂山香、挂海香、挂水香，啊，就是神明的神桥吼，啊落去的水底。冲水咯。嘿。就是你山边嘛，可能有水嘛，啊，神桥落，啊，就去水底要挂冰妹的意思，把那个水里的这些不好的阴的东西、歹物啊，会危害人们的，啊，把它挂登来做神明的冰妹，啊，听神明的指挥，啊，会当来替神明效劳，啊，把迄歹物啊变做好物啊，所以下头遐吼，伊咧讲挂香，啊是挂冰妹的意思。都是这种意思。啊，咱头顶咧讲的迄个挂香，因遐颠倒来叫做粿炉。哦，变做简单的粿炉的意思。叫粿炉，吼，咱讲去远方的有名的去跟他去朝圣进香呢，叫粿炉。啊，因讲的挂香是这3种，主要是咧挂冰妹的意思。哦，说。老师啊，你有参访过？因为老师长期吼伫大甲妈吼踮咧行，其他的所在对着挂香的意义无共款的有敢有？我讲那咱林老师拄啊所讲的吼，其实拢对的。这咱的话语吼，一设计咧讲意义也无相共。那刚才咱讲进香，咱一般的人来庙拜就是进香啊。你讲挂香、挂火交香合火伊就是你每一个所在伊的用法嘛是无相共你因为就是尤其这个挂香挂火吼，会变做讲那敢若是我是人分灵的，还是安怎？所以大家的妈祖。咱离开北港了后，无去北港去新港，伊就无爱挂火啊。伊讲省咧麻烦啦，无吼日后毋知佫换咱变做佫虾米人分灵的，废气所以讲古早注重的，甲现代咧注重的会变化啦，这就是拢咱人的心咧变化嘛，身边嘛是迄阵，敢会改变，对无？上古早大家嘛上注重倒一项。迄个香烛，迄搭火啊，万年香火。对啊，即马咧，迄搭火无去啊，无咧挂，无咧当啊。即马上重要是迄顶桥啊，大概安尼烧钱要挖，要来弄桥骹有诶无诶，所以讲时代变，物件改变，人诶思想嘛是在咧变，所以。咱今仔日咱咧所讲的这个神明娶某的主题，在我的想法内底啦，你莫违背咱的历史文化，今仔日拢真好讲话。个咱的信仰文化，信仰嘛也有它的累积起来的，就继承的这个物件吼，他莫甲违背去。但是若是安尼吼，我另外就是想讲两位吼。若文化要安怎创新？
什么时阵会当创新，还是讲创新拢是无长无持，啊在历史的偶然啊？因为民间信仰吼，伊跟其他的宗教无啥共款，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所以足侪人的误会讲民间信仰就是儒释道的混合，根本不是。民间信仰有它自己的主体的个性啊，问题它很开放，所以它什么其他不同宗教的成分因素要素它都可以进来，它很开放。然后，所以它也会随着时代在改变，也很容易随着社会的变迁在变化。这是民间信仰比较其他的宗教类别、宗教范畴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本来就会自己改变，你唔免政府叫你讲减香，他自己民众他感觉时代的变化、环保的需求，他自己就会减了。你不要政府管太多，因为它的弹性很大，它的适应力很大。啊，咱若讲啊，武元大，你唔通安做这做迄，你咱卖安尼甲讲。生活性的东西、信仰性的东西，政府不要插手。啊，那因即摆两间庙要来做轮廓啊，那是。啊，无你就叫卫华去做公亲啊，我袂晓做啊。这要做就无简单的哦。因为本来神明就无咧计算。哦，但是我他的意思就是讲，对老师讲了无唔对，这时代来了，啊，伊就家己来产生。就是说，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反映社会人心的需求。所以老师的意思也是讲是 OK， 可是他这个 action 本身不 OK。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不适合。老师的意思是安尼嘛？对，跟时间点没关系，就是。我意思是讲，那量后，那是50年了后，一代人，伊就感觉讲，我这50年后不知道，因为社会的变化可能很快。现在网络世代，再下来 AI 世代，你怎么知道要到哪里去？Who knows？ 根本不知道。好。老师，你安怎看？那我咧看吼。咱古早人讲改灵也得下灵人啦。这个工课，什么人引起？你个人家己爱去讨。啊，你免安讨？你来眼前，古早人讲西瓜挖大饼啊，啊，看人风骗都是谁啊？对啊，你个人家己爱知影啊。吹北风，你要硬见北，当然你受苦难嘛。但是你要安怎去甲讨？这就是你的智慧啊！对啊，像头顶黄老师讲的，迄大家妈的挂香的迄变化，大家安尼变，啊，大家其他所在无一定照安尼变啊。虽然大家影响力是很大，可是大家对传统挂香是啥物种的挂香，无啥咧改变啊。所以这都是。我30年前咧考试的时候，就咧考这题，甲即马大家啊，搁记题啊，搁知影讲哦，这万年香会这个档啊，甲真正的这个挂香是什么？传统的进香，大家还是很顾那个香蛋呐。对啊，这个民脂民膏啊，那个花很大的时间、金钱、物力、财力去促成的东西，啊，就是要互咧挂长的香火。兴旺的香火来到咱的所在，啊，所以咱家己的地头才伫咱内底咧稳增稳景，啊，把迄个香很旺盛的香火分散给各个家户。所以进香回来就是要循境，要绕境。挂香拢是伫神明生进前咧挂香的，神明生迄天做老年迄天啊，温蒸安尼。对啊。是。啊，这种的无传统它本来就是有延续性、有结构性，是不怎么容易改变。好，刷定丹老师。老师哈。是。你首先，互你来回应两位老师的看法，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小等哦，要请老师来讲，这个宗教，不管是宗教还是民间信仰的变迁吼，什么时阵来用什么判准来去看，这有什么一定吗？还是讲无？咱就是爱来看这个时势，看这个社会各界这个模样，再来做判断。要先和老师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吼，我会使合作会来回答。是。
首先，咱黄老师讲到一点吼，我认为是真重要的，就是讲，咱民间信仰信徒吼，坦白讲上关心的是神明的这个能力的问题，是讲伊灵验性是安怎吼，有灵写无？应该是信徒上该关心的问题。那黄老师嘛讲到啊吼，神明灵验的形吼，灵写无灵写，这嘛爱看，爱有真侪信徒吼来去甲参拜吼，来去替伊这个做迄个祭出来吼。啊，所以咱这个武贤坛伊若考虑王道讲伊的神明的这能力的问题吼，伊嘛是爱去想讲啊，伊即摆做法，一般人是毋是会接受？安尼因敢会愿意去你这边宫庙来甲恁拜拜吼？所以这伊爱考虑的问题。啊，即个讲一般民众会使接受，袂使接受，就牵涉到咱林老师讲的迄个问题。林老师讲，咱民间信仰有一个特性，是讲伊会随社会变迁吼，咱信仰的内容吼，嘛有一个改变。那所以你才问我讲，爱什么款的改变？伫什么款的时间点？吼，咱才会使接受，对无吼？啊，这个问题就是，以咱即摆这个 case 来看，哦，这个案例来看，真明显是讲，这个时间点应该差袂多，对吧？因为可能看起来是真侪人吼，是反对这种做法 ，OK， 吼，啊，所以除非啦吼。这个武贤坛，我看相片吼，武贤坛人敢若有人惊少年啦吼。啊，因少年人，如果有家己的想法，伊就爱想办法讲较清楚咧，讲较完整咧，来说服社会大众。吼，如果因有法度吼，说服咱社会大众，啊，当然这件代志袂太大的这个问题。因为呢，这件代志今仔日牵涉到的是妈祖，妈祖伫咱台湾社会内底，众神内底伊地位是较特别一寡，所以伫妈祖的问题，吼，上咱可能处理爱搁较小心，吼，爱搁较照顾着社会大众的想法，这是我对这个武贤坛吼。这个看法吼，讲其实我嘛是尊重恁有恁的想法吼，但是你嘛要了解讲社会嘛有社会大众的看法。因为妈祖虽然讲伫每一个宫庙的妈祖是无啥共款，但是毕竟嘛是家己的妈祖，所以其他人嘛是关心。所以咱就爱除非你就爱想出一个真好的讲法，社会大众。来接受你的讲法，吼。啊无，如果大家观感无好，这间庙吼宫庙的发展，可能袂使无法度发展了真好，这是一个真实际问题啦。这是我的看法。是，老师想要一个问题吼，要请教你吼啊，后手的时间吼，要互两位老师伫现场去讲吼，所以你时间较感性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咱讨论者强要1点钟，啊，讨论这庙，但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讲哦，啊，这个迷信啦，这种都根本就人去唱的嘛，人去演的嘛，啊，难道咱做人类学的人就咧做公工吗？唔是吧？咱到底咧研究宗教，咧看宗教的功能，啊，甲对着社会作用，咱应该要有啥物较适当的这个态度来对待着宗教，不论你有信无信。这个问题，我想要分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集体吼集体的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方面。啊，集体方面，咱这个研究民间信仰，吼，咱就是经由这个宗教的研究，咱来了解社会，吼，因为咱拄仔林老师嘛讲到吼。咱的宗教
会反映咱的社会的变化。所以咱研究宗教是要研究这个宗教来了解咱社会。啊，伫个人的这个方面吼，因为宗教是每一个人伊有这个需要，吼。啊，对每一个人来讲，这个神吼，伊的这个能力、伊的神性的这个部分，对每一个个人来讲是真实的，吼。啊，这个方面，咱应该是讲，咱非常的这个尊重，吼。咱嘛鼓励讲，所有个人有需要去找神来斗相共，吼。但是咱对这个集体来讲，咱研究宗教的时阵，会暂时甲生命的这个真假问题，咱是一般袂去讨论啦。因为咱目的是经由这个宗教，咱来了解咱社会的状况，了解社会的变化。拄仔你老师嘛讲嘛，社会若一个变化，伊就反映伫这个宗教面顶嘛。这就是我的看法啦。是。啊，刷来时间，我要请两位吼老师同款的问题，就是咱对着这个宗教，因为吼过去在顶世纪，我会记差不多70年代，我咧做学生的时候，哇，一个题目就是讲啊，有人批评讲台湾的宗教上功利性，吼啊，这无好，吼啊，这就大家就论战，吼啊，到底已经时间来到遮，已经经过40-50年啊，台湾的宗教还佫有功利性吗？还是讲，咱应该按如此来看待讲，这个民间信仰也好，宗教也好，要有一个适当的态度。咱台湾信神拜佛的人足多。台湾是宗教的宝岛，宗教的宝库。所以无论什么宗教，伫咱台湾拢会当生根立基，拢会当发展。这个是台湾这块土壤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毋过所有的宗教拢会用分做一般的信徒，咱讲这平信徒，还有所谓的虔信者。有足虔诚的信仰的人，这两个想法是无共款的。所以你头顶咧问话话的时，你讲到迄个可操弄性的问题，对很多迄个平信徒一般的信徒举香对拜，迄就是叫做平信徒啦举香对拜神明，就是神无人袂兴啦，你就是爱以神为名祭祀签的概念，以神为名，然后我们地方社区的人，你为着要祭祀这个天地甲神鬼，咱就安尼合作起来，共同的祭祀做神做一个，咱敢若咱的头人，咱的象征咱的带咱带头的人，咱伫伊的名下，咱家己组织起来，来做这个公众的祭祀。毋过有一寡人伊信神，伊是足虔诚的，伊会上经会念佛，会替神明效劳，替神明办事，所以因这人神明对因的迄个意义甲神是无共款的。对因来讲，神明是一个足有主体性的，伊的主体意志是互你袂当抵抗的。你敢若听伊的尔，无讲伊咧听你的。所以这部分较接近西方。所以神明伊本来就是超越的啊，伊甲咱凡间的人无共款啊。你人也嫁娶，神明他有这个需要，伊无需要嫁娶，伊都是超越的，伊都是甲咱无共款的。伊是有德行的人。会当做模范的人，咱毋是讲看神明去嫁娶，咱人才对咧嫁娶，毋是安尼啊！你看人咧抱婴仔足幸福的，你就较紧去娶某就好啊，对吧？所以迄个虔信者一寡，所以人伊对妈祖安怎看法，你嘛袂当人安怎当黑爸母啊，对吧？人嘛是会反对啊，所以所有的宗教拢有这两个战术的，这两个战术的信这两完成的吼。系啊。但是那一般人应该爱安怎来看？这公理公理就是讲，因为即摆社会即摆咱的民间信仰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庙宇的一寡经费真大部分拢是走去公关行销、广告、媒体
卫星媒体、啥物电视媒体、啥物网络媒体，啊钱拢开去啊，啊像讲安尼用行销的迄个步数吼，啊要来促进这个新民的信用，啊不过信用是出之于内的代志，你太高的比例的资源跑去那里，你的社会你都有当的，你变做商业化的经营啊，一种哗众取宠的作为。所以老师认为这部分应该降低，要调整。伊家己会去 balance 啦，因为有的会安尼啦，无一定大家会安尼啦，吼。啊，有的若要看歹去学歹的，啊，你就迄日不正对无？啊，你若看好老师的话就就爱听哦。老师，那咱咧讲咱的宗教功利性啦，哦，那我请问，咱倒一个宗教，唔免讲功利，大家拢爱讲，为什么我来信神明，我就干来求啥？平安。啊，咱古早人讲安那，平安就是趁钱。咱若一家平安，咱减开钱，啊，咱就是就是颠趁钱。倒趁钱。对。啊，你今仔咱来信教，啊，你足衰，啊，逐工直衰啊，甲你要无去。安尼我问你信这个教，你敢要信的咯？哦，咱一般人啦，咱毋是迄款吼，讲我咧苦修，我要修来世，我要修，我要做啥物遐，咱毋是。咱一般人，所以讲，我感觉讲。任何宗教功利性，这是真正常的代志。我今日来信神，我三张香牙开，之福啦。我这个是最基本的。的。我并不是咧求讲哦，我都爱亲像王永庆啦，吼，还是讲我爱外好也无啊。我干那求一个平安，这款真算真假呢。我即摆逐工干那求讲。阮后生唔通叫老师骂安尼就好。骂你也嘛袂安怎啦，骂对啦，啊嘛就你要互骂咧，安尼唔才有抗压性。我对神明的要求真少啦。咱是较有较效劳的真少咯，讲啊唔通安尼吼啊求平安安尼就可以啊。安尼应该唔是算功利啦吼。无啦，啊这总讲若甲当做功利，嘛袂要紧啊，对无？啊咱今仔无功利。咱这个地球的人类，咱的生活要哪会进步？平安顺遂。目睭八金钱做人呢，一切拢是钱贴出来的。钱目睭八金钱做人啦。对啊。哦，但是这上后尾吼，我要请林老师来看吼，因为你咱除了宗教以外，对着社区的影响嘛真济，规个砖头社会功能，但是即马吼慢慢这都市化了吼，这个庙宇的这个功能。较这个部分较缩小去，虽然还阁有，但是也缩小去。你安怎看待这？对啊，即摆麻烦就是咱古早传统社会迄个地方头人的角色吼，啊，一寡头人无要插啊，啊，大家就顾趁钱，啊，无人要插这。古早庙宇迄是地方的公共事务内底第一要顶的、第一要紧的。这个local leadership 无去吼。啊，无人代替，啊，就一寡阿里不达的有诶无诶吼，啊，黑道的啊、帮派啊、啥物货啊吼，有诶安尼啦，无一定大家会安尼啦，啊，所以啊，因为特别吼，你若庙宇钱愈济吼，一寡黑手就较会入来，毋过一般大部分咱诶中小型诶庙宇拢较无问题，啊，可是有诶你就是细尾想要大尾的，大尾的要搁较大尾的啊。这种大尾文化，原来伫咱的文化内底啦吼。啊，毋过你就是庙宇，伊主要毋是要趁钱啊。毋过即摆，但是这听起来，老师你的意思讲，过去的迄种情形一去不回咯。就是传统社会美好吧，可能我有点怀旧吧，毕竟年纪有了。无啦，我嘛真怀念咱以前咧做这个调查的时阵吼，迄个人甲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关系吼，啊去组织哦去甲大总理因兜去大去安怎？但是这少年归少年啊，这一去不回去啊吼。其实袂啦，咱的神明就是慈悲的，任何人伫伊面前，伊拢爱牵来教。愈歹的人，伊愈爱牵来教，无咱这个社会拄啊，互愈危害愈忝。所以咱爱感恩咱这个宗教的神明，因为这伫危害社会的人，互伊牵去，伊带来伫伊的身躯边，伊会愈乖，
甲倒掉的意思。甲倒掉咧，对啊，就讲歹物啊，变成好物啊，对，挂兵马的意思啦。所以讲你咱免家己想哦。我讲啊，林老师你免甲想甲遐烦恼，吼，等到你也感觉讲，因为咱这新民甲叫来身躯边啊，伊兼做歹代志啊，对咱的社会啊，咱就是代表咱进步啊。要信心，要拜神的少年愈来愈少啦，这上烦恼尔，还有啥？啊，但是这公妈无要拜，神明也无要拜。但是人生如此，咱要安怎来挽回咧？无网络的法啦，无 AI 的法啦，你到时你大家拢去拜 AI 大神好啦。这另外一题啊啦，老师，另外一点钟咱过来讲。